巴布亞紐幾內亞單方面關land代表處，外交部長林佳龍今日當下表示講，政府絕對袂接受，會繼續交涉。要咱台灣有1/3的天然氣是甲巴紐買，逐檔是買超過120萬噸，也這是巴紐因重要的收入。政府就按算利用經濟來反制，當中就包括天然氣這項採購。巴布亞紐幾內亞無經單方面宣布關掉台灣駐巴紐代表處。中國外交部表示歡迎美國國務院表達嚴正關切，指出這是中國恐嚇台灣的新例證，威脅國際和平。外交部長林佳龍特別表示，已經舉行應變會議，佮針對天然氣的採買採取嚴正作為。那我們跟巴紐的關係，並不是如他們部分官員所講的，沒有任何經濟的來往。巴紐這個我們是採購了他們國家將近1/3的天然氣，那每一年都有超過120萬噸。咱國甲巴紐目前是關鍵連環夥伴，台灣當年向巴紐進口120萬噸天然氣，甲中油有20年的長期採購合約。另外，咱國也協助提供醫療、後送農業技術合作。學者觀察巴紐打壓台灣外交天然的時間點，拄着巴紐甲中共建交50週年，無排除巴紐調侃巴結中共。對於中共來講，他也剛好可以利用這一個機會，向國際去表達台灣是中共的一部分。那我們也有一個跟美國購買。那既然這樣呢，我們其實就要去計算的是，那我們跟巴紐所購買的天然氣，是不是有其他的一個來源、一些管道？台灣外交處境艱難，像柬埔寨過去幾啊擺公開配合中共，發表貶抑台灣主權的言論，外交部出手反擊。今年8月初起，停止柬埔寨來台免簽。林佳龍強調，咱國無可能接受柬埔寨支持武統，傷害台灣的國家利益。柬埔寨大規模的詐騙及這個事情，引起了對我們國家的傷害。這個我們也要進行交涉。林佳龍表示，柬埔寨無和台灣平等互惠對待，所以會暫停和柬埔寨相關優惠措施，唔按台柬重新檢視雙方的關係。記者綜合報道。